有朋友让我说说小院种菜的规划。我小菜园的建设很简单，菜池是3米长，1.2米宽，菜池之间小路30厘米宽，这样管理起来比较方便。我小院是用花岗岩铺地，规格是30厘米乘60厘米的，整体建设费用不多，看起来也比较整齐。在种菜方面，我不仅挑品种、挑营养，也挑色彩，既要好吃好看，还要营养价值高。比如说富含花青素的紫生菜和咖啡香麦菜与绿色的沙拉菜、韭菜搭配起来一块种，小院儿就显得色彩丰富，养眼漂亮。还有，为了充分利用空间，我在硬化的地面上也栽种了很多盆栽蔬菜。别看是用花盆种，长的蔬菜一点儿也不少，而且也是颜色丰富，赏心悦目。小院种菜还有哪些问题？欢迎留言给我哦。